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觊觎大王子的地位，绝不！我要帮大王子守住王位，为我们母子俩守住尊严。我说过，现在当务之急，我们是要找到金黄心窍，而不是担心正姬母子会来如何报复。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找到金黄心窍，我还用得着在这瞎担心吗？金皇公主身居皇宫，要取其心窍谈何容易？即便取到，大王子恐怕也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你心中只有你自己，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母子的死活。我早就说过，你并非我族人，其心必异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怕了？你这个被狐族驱赶的狐妖，若非当年我帮你，你能成为我们万古族的长老吗？你以为，如果让大王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，这万古族还容得下你吗？王后，我只是想考虑的周全些，你倒是怀疑起我来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帮你便是了。此乃蛊毒之分，是集数种毒物所致，只需要轻洒少许在正姬的床上，即可让他中毒。这蛊毒粉它无色无味，能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气息衰减，仿佛就像生病般死去，而不留痕迹。哦，真有你说的这么神奇吗？那我可要先试试看。哎，这可千万开不得玩笑，此毒绝非寻常之毒。你说，要是伤了你，叫我如何是好呢？今天晚上你替二王子收拾床铺的时候，将此粉偷偷地撒上去。事成之后，本后必有重赏。但你若将此事泄露出去，你的小命就别想要了。是，灵儿知道了，谨遵王后嘱咐，一定不会让王后失望的。夫人，夫人，我是灵儿。灵儿，夫人，您果然没有猜错。王后给了我一包毒药，让我放在二王子的床铺上，企图毒害二王子。王后真是心狠手辣，灵儿，这次真的是多谢你了。夫人千万别这么讲，当日要不是您救了我，灵儿恐怕早就饿死山野了。夫人对灵儿的恩情，灵儿誓死也要报答。灵儿，过一会儿还要委屈你一下。没关系的，能救二王子，灵儿心甘情愿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灵儿，怎么回事啊？二王子的房间怎么着火了？回禀王后，妹妹见天气转凉，想给二王子添加一床棉被，谁料我刚过来，却看见二王子的房间着火了，这才赶紧喊人来救火。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吉儿，你的房间着火了，幸好灵儿姑娘及时带人来救火，还不赶紧谢谢灵儿。多谢灵儿姑娘。好了，灵儿这次救火有功，明日我会禀告大王，重重有赏的。谢王后，谢夫人。吉儿，来。儿啊，都是娘不好，娘无能，保护不了你。吉儿，娘，您别这么说，是孩儿保护不了您。我看这里，你是待不下去了。今日多亏了灵儿，念在我们旧时的情分，你才躲过了这一劫呀。灵儿，多亏有你，救了我们母子二人，请受正妻一拜。二王子千万别见外，这是灵儿应该做的。二王子和夫人没事就好。灵儿，今日计划不成，想必王后必定会恼羞成怒，怪罪于你。你为我们母子犯了这么大的险，我们母子今生都会感激你。我这儿有一些银两，你带着，赶紧逃生去吧。以后有缘，我们再见。谢谢夫人。夫人，二王子，保重。儿啊，王后接下来的行动，我们谁也不得而知。这里已经不是你容身之地了，娘已经为你收拾好了行囊，今晚你就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娘，要走咱们一块儿走。娘是你父王的人，这里是我的夫家。儿啊，你要靠自己出去闯荡。娘，希望看到你成才的那一日，到那日，你再回来接娘也不迟啊。娘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快出人头地，把你接回到我的身边。他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我们分头找。走。他在上面。
们听，有箫声。这箫声好凄凉啊！哎呦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听箫声？不对，这箫声好像有些异样。是浮生，他还是来了。不会吧，又有妖怪？为防有变，咱们还是赶快上路吧。好，去。这。这箫声是迷魂阵，糟了，我本来就灵力不足，昨日又被那个老妖所伤，看来今天走不出这树林了。阿莫，你到底认不认识路啊？怎么走了老半天还在打转呢？你认路，你来带。阿莫，我看真的不太对劲儿。我刚刚在这棵树上做了记号，我们现在又回到原地了。不会是又遇上鬼打墙了吧？小维，你没事吧？嗯。要不我们先歇会儿？我看这样吧，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大哥，这里危险重重，如果被困在这里，就更加危险。小薇姑娘身体不好，我怕她受不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，好吗？不用了，王大哥，咱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去。喂，你等等我。大哥，你看，他伤得好严重啊！得赶紧帮他疗伤。好，公主，这里危机四伏，我们如今自身难保，带一个不相干的，难道还要再带一个吗？你怎么这么没有人情味啊？难道见死不救，袖手旁观吗？我没这么说。好了，救人要紧。二弟，你们在这里好好的照顾他，我去树林找些草药回来。王大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还有我。你凑什么热闹？公主还需要人保护呢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可以了。小心点儿。大哥小心啊！哎，他醒了！哎，他醒了！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啊，兄弟？哎呀，又晕过去了。哎，这一路风餐露宿不说，倒霉事情还不断，不是遇到妖就是遇到怪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扫把星带来的。我找了你一天，累死我了。好妹妹，辛苦你了。不过姐姐还有一事相求。浮生用玉箫在这林子里设下了迷魂阵，我们走了好久都走不出去。活该，谁让你总跟那些人走得那么近？好妹妹，我都知道错了，我们姐妹一场，你就帮我这一回。为什么呀？你都不听我的话，我凭什么要帮你和浮生作对啊？彩雀，以前那些事儿都算是我不好。这样，如果你帮我从浮生那儿偷来玉箫，我以后就听你的，和你一起去见清夫人，如何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绝不是言。好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事成之后，我会给你信号的。好，小心点啊。但愿彩雀能够偷得玉箫。小薇，哎呀，你身子弱，况且又旧病未愈，怎么一个人在林中乱走呢？我是担心公子一个人去采药，所以想来帮帮你的忙。可谁知道，走着走着竟迷了路，都怪我迷了路。二弟呢？他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在林中游荡？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？这事儿不怪萧公子，是小薇自己任性，又惹公子不开心了。不过你看，小薇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只要有你在，小薇什么都不怕。
喂，刚才你在跟谁说话？小维刚才一时找不到公子，有些害怕，所以就自言自语了。哎，你跟我们这些会武的人不一样，以后啊，你就留在我们身边，万一有什么危险，我都可以保护你的。小维只不过是个平凡的姑娘，被人欺负惯了。公子为什么对小维这么好呢？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，就是打从我第一眼看到你之后，就感觉分外的亲切。也许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吧。愚蠢！听了人的几句笨话，就心猿意马，还说自己是狐，愚蠢至极！主人，那个彩雀要来盗您的玉箫，该如何处置？恕冰蛇愚钝，不能领会主人的意思。您现在收回玉箫，就等于打开了迷魂阵的结界，这不是让他们有逃走之机吗？既然他口口声声称人间男女欢爱比修行重要，本尊倒要亲眼看看他如何自食其果。哎，真是晦气到家了，再走不出去，天都快黑了，还不知道会冒出什么妖孽来呢。表兄，你就别紧张兮兮的了，吓唬自己。我可不是危言耸听，我们困在这里快5个时辰了，干粮也吃光了，难不成要饿死在这林中吗？二弟，你先别急，我们一定可以出去的。如果你饿的话，要不这样，我帮你打些野味来。哎，大哥没事，我们还是先想办法出去再说吧。小薇姑娘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老人家说过，万物皆有灵气。我们此刻困迷在这山林当中，说不定山中的神灵能将我们带出去呢。嗨，我看这山林啊，阴森古怪，哎，不像有神灵，反而妖怪多的是。哎，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他好像在让我们跟着他走，说不定真的是有神明显灵了。既然我们一直找不到路，倒不如试着跟他走吧。嗯，好，走。谢谢雀儿。哈，终于走出来了，谢天谢地啊！小月姑娘，多亏你虔诚祈祷，才得圣灵引领我们脱身，你真是比仙女还灵啊！萧公子过奖了，小薇不敢当。感谢诸位的救命之恩，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别过了。兄弟，你伤势未愈，要不你索性跟我们回客栈，先把伤治好了，再做打算吧。对啊，有我们在，你也好有个照应啊。多谢两位的盛情，你们的好意，在下心领了。他日再见，必当报答。对了，这位兄台怎么称呼？将来遇见也好打个招呼啊。我只是一个无名小辈，落魄漂泊之人，不足挂齿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好个坏人！哎，
别磨蹭了，人家一看就不愿意和我们一路，也不相信我们。人家好心救他，倒跟防着我们似的。我看这位兄弟相貌英武，虽然受伤落魄，仍不失礼数气度，想来也是出身名门。也许他有难言之隐，我们就别乱猜了。大哥说的是，外人的事情啊，我们不理。哎，大哥，你不是来从军的吗？怎么还住客栈啊？是这样的，最近边关调防，李将军还没有给我安排好军职，所以就让我先住在客栈候命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别啰嗦了，先回客栈再说吧。我和大哥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好了，二弟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先赶路吧。嗯，好，我都饿死了，快点走，小心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昨夜不是和王公子去看病了吗？怎么去了这么久？妹妹好担心。说来话长，都是我没有照顾好小薇姑娘，让你担心了。你别这么说，只要王公子跟姐姐平安回来就好。小薇姑娘，这位是令妹。是啊，彩雀，这位是萧公子，还有李姑娘，他们是王公子的结义朋友。既然是王公子的朋友，就是我们姐妹俩的朋友。彩雀见过二位。彩雀姑娘不必多礼。都是自己人，自己朋友。我本以为只有江南的水土才会出美人，没想到南疆竟也有这般赏心悦目、貌美如仙的姐妹花，真不枉我到此一游啊！萧公子过奖了，我们姐妹俩不过是乡野女子，哪称得上是美人？此乃是在下肺腑之言。小薇姑娘温婉娇媚如芙蓉，彩雀姑娘俏丽活泼如杜鹃，两位若非美人，真不知何等相貌之人才称得上是美人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。掌柜，哎，麻烦你给我3间上房。好嘞，大哥里边请。不需要3间，2间就可以了。我跟阿莫1间，方便照顾。哦，好。那麻烦你给我2间上房吧。啊，行。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先回去洗把脸，好好休息一下。一会儿吃饭的时候，我再叫你们。谢谢大哥。走吧。好，来来，请。玉箫呢？没偷到。那你是如何破解的迷魂阵？不是我破的，我正打算去偷，还没来得及下手，就发现阵自己消失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浮生自己把阵给撤了？可是姐姐，浮生不是要抓你回去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块石头古怪又冷傲，根本就猜不透他的心思。浮生掌管寒冰地狱，是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你的。难保他会用更厉害的手段来对付你。姐姐，你还是回夫人身边吧。有了夫人保护你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。我不回去。为什么？血月之期将至，你的灵力仅能维持人形。若是到时你再遇上那个石头，就实在太危险了。你又是为了王英？
吃饭。哦，他在古宅的时候受了点轻伤，怕我们担心，一直忍着没有说。我让他在房间里休息呢。严重吗？我去照顾他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刚才我已经跟他包扎过了，休息一宿就没事了。哦，那臭丫头不来正好。她出去啊，我反而觉得扫兴。看她的脸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。不管怎么说，阿莫也是个女儿家。二弟，你就口下留情吧。女儿家，她在我眼里根本就不是个女人，又冷又哎凶的。呀，你好了好了，干嘛呀？她就是少言寡语些，比起你这种油嘴滑舌的风流浪荡子，可强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快吃吧你，吃完了给阿莫买药去吧。买药？喂，要我跑腿儿？我可是侯爷。难道我去啊？好了好了，不如让我去吧，反正要给小薇姑娘抓药去。不用了不用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好了，你们都别争了，他去。啊？哎，好，我去，还不行吗？大哥，等我回来，好好跟你痛快畅饮一番。好的，那我先去了。姑娘，这几日连日劳累了，来，多喝些热汤补补身子。啊，谢谢。咦，李姑娘，你额头上怎么有那么大一块疤呀？何时伤的？没有人医吗？姑娘，我妹妹说话口无遮拦的，你别在意啊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是比武的时候太莽撞了，不小心受伤了，没关系。怎么会没关系呢？李姑娘是个秀美佳人，硬生生的被这个疤给破了相，好可惜的。你应该找大夫好好医治一下，要不然有这么大一个疤，将来找夫君恐怕都很难的。彩雀，啊，姑娘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胡说的，我哪有？我说的可是实话，我是真心的为李姑娘感到惋惜。好了，真的没有关系的。大哥，小薇姑娘，我吃饱了，你慢慢用。三妹，我也吃好了。好端端的一顿饭，被你搅得不欢而散。我知道姐姐你想在王爷面前表现的温柔大度，可你看他如此紧张礼敬，显然并非单纯的朋友之情，为何你还要对他执迷不悟呢？你不知人间事，不懂男女情，这个我不怪你。可你要是再胡乱插手的话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姐姐，你以为我喜欢待在你身边受气啊？你们走，我也走。去。大哥不是来安慰我的吗？怎么不说话？大哥怕说错话，又惹三妹生气呀。大哥，三妹哪有那么小气啊？我知道我的三妹胸襟宽广，不会因为彩雀的无心之语计较。话说回来，还是我弄伤了你的脸。大哥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不介意的。可是我介意。自从我误伤你之后，又因为你公主的身份而疏远你。后来我们道别的时候，我刻意的跟你们划清界限，伤了你的心。这件事一直以来都压在我的心上，我觉得很愧疚。本来以为此生无缘再相见了，但没想到你跟二弟千里迢迢来看我。我真的很开心。三妹，大哥错了，大哥对不起你。要打要罚，
我认了。啊，大哥，既然我们是兄弟，兄弟之间就无需这种生疏见外的礼数。是啊，都是我太迂腐了，还得三妹你以后多提醒大哥呢。对啊，兄弟间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静儿是真的不介意刀伤了，如果大哥要是再愧疚于心的话，静儿心中便不安了。那我以后就不提此事。嗯。我听说南疆这边有很多可以疗伤的圣药，我会想办法帮三妹疗伤祛疤。这是大哥的一片心意。大哥的心意，三妹当然领受了。不过，原来大哥也跟小百兄一样，看重皮相，所以小薇姑娘貌美如花，我见犹怜。大哥看来是动心了。没有没有。表兄常说，男子喜欢美色是常事。既然大哥尚未娶妻，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小薇温柔善良，不如我帮大哥做媒啊。三妹，你就别取笑我了，我本无成家之念。之前我去京城是想从军，想有番作为，后来承蒙陛下的隆恩，赦免我伤你之罪，还让我有机会来边疆保家卫国。我哪有那么多心思去想儿女情长的事情啊？难道我在三妹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好色之徒？啊，当然不是了，在我的心中啊，大哥是英雄气概，一心效忠。三妹我可是敬佩万分，一心效仿呢。效仿就不敢当了。你是公主，怎么可以来边疆受苦呢？还是早些回京吧。原来大哥还是因为我公主的身份疏远我。哎，不是不是。那好，那大哥就只当我是你的三妹，别提什么公主啊，什么金枝玉叶的。你说我好不容易出趟京城，就想过自由自在的平凡日子，这也许是我此生唯一的机会呢。好，那我也不逼你了。你现在就是李靖，就是我王英的三妹。嗯，大哥。三妹。夫人，他还好吗？回夫人，姐姐身体暂无大碍，只是她根本不在意这个，而是又现情关。什么？王生不是已经死了100余年了吗？不是王生，是王生的后人，一个叫王英的小子。姐姐不知道喜欢他什么，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绝口不提夫人你，也不把血月之劫放在心上。那怎么行？一旦血月降临人间，他非但肉身不保，而且还会魂飞魄散。这个彩雀已经提醒过很多次了，可是姐姐根本听不进去，还因此跟我翻脸。小薇这孩子，从小就遭遇不幸，性格孤僻。彩雀，真是为难你了。夫人，彩雀委屈不要紧，可是她辜负了夫人的一片心意。既然她这样执迷不悟，夫人你就别管她了，任她去吧。我怎么能不管？我是她娘亲啊。彩雀，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人，或者说，把你看成是自己的女儿也不为过。我不想瞒你，小薇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她并非我夫君的孩子，所以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不能够帮她。眼看着她受苦受罪，我都无能为力。我从心里觉得对不起她。夫人别这么说，是姐姐太过贪恋凡人情爱，不能怪夫人你。与其说她贪恋人间情爱，不如说她畏惧孤独，她想要找一个人终生相伴。那我们要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
夫人，你有办法。当年，小薇为了救王生夫妻，她的修为几乎损毁殆尽，需寻找到同源一心之人，吞噬其心，才能够逃过血月之劫。同源一心之人。可是天下这么大，人海茫茫的，我们要怎么找呢？我有一个师兄，在他手里有一件宝物，叫琉璃珠。如果找到琉璃珠，也许就能够找到同源一心之人。既然他是夫人的师兄，把这琉璃珠借来，应该不难吧？当年我跟他一起修行，他曾经痴恋于我，可是我后来嫁给了胡王为妻，他记恨在心，离开胡族，化为人身。他现在藏于南疆的万古族中。那就糟了，既然他对夫人用情这么深，恐怕是不会轻易把琉璃珠借出的。我曾经想过再跟他见面难免尴尬，可是这次为了小薇，恐怕重逢是不得已了。金黄心窍呢？你可有想出得到他的办法？我已经派人到中原前去打探，不久便会有回音。还请王后耐心等几日。我等得起，我王儿等不起啊！司徒，我告诉你，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，你必须尽快给我弄到他。王后，请。怎么？难道是他吗？怎么回事？哦，没什么，这灵珠已被我施法。他能告诉我，我一直在等的一味灵药已经出现，司徒必须尽快赶去采摘。若是耽搁了，恐为其他山精灵怪抢先。司徒，你给我记好了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去。啊，是。青梅，真是上天有眼，这么多年了，你终于还是来找我了。师兄，多年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哦，我好得很，我在人间悠闲自在，受万古族人尊敬。反而是你，当年你一意孤行嫁给胡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得到幸福。那个胡生，他只知道修行，根本就不懂男女之情。你嫁给他，就是个错误。怎么？是不是他最近又在闭关修行，冷落你了？无色无味，却开满人世繁华，是甜是酸，这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